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后设资料，也就是诠释资料。在我们这堂课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称后设资料，有时候我们会称诠释资料。那是因为其实许多在学术界不同的研究者或不同的研究单位，他们对于这个的翻译其实都有不同的看法跟观点。那它的英文名称呢叫做 metadata。而讲到 metadata， 一开始的学生就会很难去了解说到底什么是 metadata。你把它翻译成诠释资料或者是后设资料，也很难去理解。但是长久以来，只要是文化或者是社教机构，诸如图书馆、博物馆或者是档案馆，从事着文化资产收集、组织以及保存、利用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都跟诠释资料、后设资料息息相关。透过诠释资料，我们可以提供大众查询以及使用这些文化资产。在1994年起，随着美国第一期的数位图书馆计划，以及英国的电子图书馆计划开始，我们就开始进行数位典藏以及诠释资料的相关研究。当时也发现，我们在这些数位典藏计划的同时，必须要把 metadata 的研究列为重点发展工作，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文物的典藏，我们需要有不同的 metadata 的设计。那到底什么是 metadata？ 如果我们单纯字义上去翻译， metadata 就是 data about data， 资料的资料。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还是不了解，那到底什么是 meta？ 其实应用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在图书馆界的用法，跟在资讯管理、资讯科技、资讯工程的用法都不一样。而在我们这边所谓的 metadata， 就是指的资料的资料，也就是要去描述一份资料它的里面的相关资料。举例来说，你要描述一本书，书名、作者、它的尺寸，就是书的 metadata。那这样的一个定义是来自于1995年由线上电脑图书中心 OCLC 所提出来的，所以它把 metadata 应用在图书馆领域里面，将 metadata 的应用把它详述出来。例如说刚刚所提到的图书的相关的一些描述性的资料，就是我们的 metadata。 所以你要说图书的 metadata 有哪一些，图书的 metadata 就会有题名、作者、它的价钱、它的页数，还有它的材质，这些呢都是图书的 metadata， 也就是图书的后设资料。进一步来说，就是我们用来描述图书这样的一个文物，它所需要的栏位有哪一些。而在 metadata 的研究上面，我们经常会需要集合图书馆学、电脑科学、文献编码以及相关领域的学者来参加。我们提出了资料的资料作为 metadata 的定义，所以 metadata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资料的资料。而 metadata 还有其他常用的一些名称，它这些名称分别用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或者是工程领域之中，例如 Sigma、Sigmas、Format、Formats、Element Set、Standards， 这些呢都是它的一些别名。你们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一下相关的一些用法。而这些资料其实在不同的领域上面都有不同的说明以及解释。在我们这堂课，你只要知道 metadata 就是翻译成诠释资料，
也就是后设资料。一般来说，在不同的学校，他们都有不同的方法。光是在我们华文区域，就有刚刚说到的全市资料，或者是也有人翻成超资料，还有原资料、原数据、后设资料等等，这些都是在讲 metadata。所以你会看到，如果我们谈英文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 metadata。如果讲到中文的话呢，就有各式各样的。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则统一把它称为元数据。而全市资料主要是台湾的图书资讯学界所提出来，它主要的观点是在于，全市资料是描述所谓的背景资料。在描述这些 background information 的时候，它也强调这是一种 annotation 的资料，就是一种解释或者叫做解译性质的资料。而至于超资料，也是他的观点源自于它超越了资料本身的一种形式，因为这样的一个翻译观点来自于 meta 的字根，它有一种形而上 among 的意义，所以它是超越资料的资料，所以把它称作是超资料。而事实上，在资工系或者是在做程式设计，也有谈到 metadata。目前超资料比较少去使用，原资料和原数据则比超资料更常见。它是在强调一种原始而且根本性的资讯，所以从语言学的观点来说， metadata 它被称为是后设资料，也就是将它的资料呢是从后续所产生的，产生的时机是在原始的物件完成之后，或者是完成数位化作业之后才产生的，因此他把它称作是后设资料。在全球不同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的计划实施的现况获得印证，这些都可以适用在后设资料的这样的一个名词，因为后设资料本身就是之后，也就是将数位典藏数位化之后，我们再赋予的一些描述性的资料给它。然而，在我们台湾的科技部里面，数位典藏的国家型计划则是统一采用后设资料，而在数位博物馆、档案馆以及电脑界所执行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的名词也都象征着在不同领域上，我们会发现数位典藏的应用也会有所不同，而他们对于数位典藏里面的全市资料 metadata 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在有些领域 metadata 只是用来进行资料检索的一个栏位，而有些地方它却跟数位典藏的应用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探讨数位典藏的同时，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深入了解 metadata 它的内容以及它的特性。由于 metadata 是数位典藏、数位博物馆、数位图书馆必备的基础，因此在成本效益不高以及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往往不可能提供一个物件所有的资料来进行全文的查询以及检索。因此 metadata 提供了文件相关的一些重要栏位，把这些庞杂的一些资料予以结构化，提供一些替代的资讯。
将原本需要进行全文检索的一种形式，可以透过 metadata 有了更精确的检索以及再利用。而且我们也可以透过 metadata 来建立资料跟资料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了栏位，你可以将资料透过栏位来建立关联。目前常用的后设资料有哪一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都柏林核心集，简称 DC， 英文名称叫做 Dublin Core， 而其他的包含 EAD、GA、GILS， 还有 TEI Header， 还有 MAP， 这些都算是很入门款的数位典藏的诠释资料。在不同的资料类型，例如数位影像、地理空间资讯，还有网络通讯，还有网络的 search engine 网页搜寻上，我们都会用到不同的 metadata 的 tag， 就是诠释资料的栏位，或者是你在进行网络内容的评选的时候，你会用到 PICS 的诠释资料格式。因此你会发现，当你的使用者目的不一样、目标不一样，或者是应用领域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诠释资料可供选择。而在知识组织以及展现上面，例如我们会谈到 data 的 representation， 你会利用到 ontology 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 RDF。 如果你用的是标志语言 Mark Language， 你会用到 TEI Header， 或者是 HTML， 或者是 XML 等等的。又或者是当你使用的范围是在馆藏等级的描述，那你可能会用到其他相关的 metadata 的工具，而这些资料都会有助于你来描述你的目标的文物，将这些背景资料加以适当的引用。就目前而言，最普遍而且最常使用的应用的后设资料的标准，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都柏林核心集。都柏林核心集不光只是应用在目前的这些文物的典藏栏位之中，最重要的观念是因为它一直强调的是它是核心元素 ，Dublin Core， 那个 core 就是核心的意思。所以呢，你可以将它的核心元素加以扩张，进而影响到不同的领域，也产生不同领域的核心集。例如，在视觉艺术类，你可以有 VRA 的 core， 或者是在生物多样性，你有 Darwin 的 core。所以，都柏林核心集它是一个很基本的栏位。除了这些核心集之外，不同的学科可以应用它本身的需求，把它所属的 metadata 依照它的需求进行最详尽的发展而且扩张。例如像档案界的 EDI， 以及博物馆界的 CDWA， 还有数位学习的 LOM， 这些都是扩展之后的诠释资料。而都柏林核心集 Dublin Core， 它是在1995年所设计出来的后设资料标准，它也是 OCLC 所设计出来的一个核心资料标准。在它设计的时候发表在研讨会上，邀集了52位来自图书馆界、资讯界、电脑、网络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共同研讨下来的产物。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描述网络上所有电子文件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方法，希望这套标准能够描述所有出现在网络上的电子文件，以协助资讯的检索。根据研讨会的报告，都柏林核心级将只限于类文件物件，也就是一般 document 的文件，所以它的资料是有限制的。它的当初所设计的时候呢，是为了处理类似文件的物件，而对于这些非文件的物件，其实由于它的核心级是很精确的描述物件，所以在事实上，在对于未来或者是其他领域的非文件格式的物件，它也可以做描述。那都柏林核心级的设计原理，也就是使用这一类的资料项，它同时具有意义明确、具有弹性，而且最小规模的3种特色。所以它的意义很明确，它的使用上很有弹性，而且它的要求规模很小。最初 DaVinci 是为了解决现存网络化的电子文献的描述问题，来提升网络搜寻引擎的效能，以及提升图书馆详尽目录的记录为目标。截至目前为止， DaVinci 一直持续的保持着15项最 minima 的资料元素，使用的单位扩及到全球，影响十分的深远。它一直维持着刚刚所说的那几个特性，又精巧，而且又具有弹性，而且都是非常必要的栏位。而都柏林核心级它的设计原则，大家可以加以参考。当我们在使用数位典藏注入的时候，依据这些原则来设计或者是增加我们所需要的栏位。第一个就是内在本质的原则。都柏林核心级它描述的是跟作品内容还有实体相关的物件，例如说主题，或者是属于主题的内在本身。但至于其他外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便不在它的描述范围，例如收费以及存取规定等等，这就是属于作者作品之外的特质。第二个设计原则是易扩展原则，它允许地区性的资料以特定的方式或者是规范出现。第三种，无必须项的原则，也就是都柏林的15项资料项都是可有可无的选择项，以保持它的弹性，更鼓励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来采用都柏林核心级。接下来是可重复原则，也就是刚刚所说的15项，这些资料项都可以重复。例如说，你可以有2个主题，或者是3个主题。接下来是可修饰原则，这些资料项都是可以修饰的，进一步来修饰它的意义，以符合我们在注入数位典藏的时候的所需要。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都柏林核心级到底有哪些项目，这15个项目包含哪些？你认为这些核心的项目是不是都符合你的需求呢？第一个是题名 title， 第二个是著者 creator， 也就是作者，第三个是它的 subject 主题，这边也包含着关键词，
所以主题跟关键词就包含在第3个栏位 subject 里面。第4个是简述 description， 这部分是对于数位典藏物件的一个描述。第5个是出版者 publisher， 第6个是有可能的其他参与者，第7个是出版的日期，第8个是资料的类型，第9个是资料的格式，第10个是 ID， 也就是资源的辨识代号。通常资源辨识代号都是唯一的。第11个是来源，第12个是它使用的语言，第13个是所谓的关联，第14个是涵盖的时空，包含着时间跟空间的相关资讯。第15个是很重要的版权规范。接下来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谈一下这些诠释资料的相关的内容，它所代表的意义。第一个，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就是题名 title 的部分。通常它是一个作品的题名，或者是它的名称。例如说一本书的书名，或者是一篇文章的篇名，这些都可以说是我们的题名或者是 title。而它所使用的语言，就依据它所代表的文件所采用的原始题名是哪一个，它就采用哪一个。第二个是所谓的著者，也就是作者，也就是作品的创作者。有时候作品的创作者不一定是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组织团体。所以 creator 它的单位可能是一个作者，或者是多个作者，也有可能是很多个组织，或者是单一组织，或者甚至是一个行政部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单位组织。接下来是主题与关键词 subject。作品的主题跟关键词，这个是我们在注入的时候的一个挑战。我们要适时给予数位典藏一个适合的主题，还有给予它不同的关键词。接下来是简述，通常是文件的摘要，因为我们并非文件的原始资料，所以我们不太可能把全文放进去，因此我们通常会把文件的摘要或者是影像内容的简述把它放进去。接下来是出版者，也就是负责发行的作品的组织或单位，出版社。接下来是其他参与者，其他参与者是对于作品的创作有所贡献的。例如说一本书，它可能会有插画，那插画的 creator 我们就把它称作是其他参与者，而不把它当作是作者。还有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协力的共同创作的人，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其他的创作者。在出版日期，就是指作品公开的发表的时间。对于时间的要求，有西元年、月、日。在资料的类型 type 上面，这个是属于作品的类型，通常是指的是抽象的范围。例如说，这个资料是属于小说，还是诗歌、技术报告、字典等等的，跟下面所说的资料格式经常会有所混淆。资料格式则是指资讯的实体形式，或者是数位的格式，也就是用来告诉检索者在使用这个作品的时候，他所需要的软体。例如说，它的档案格式是什么？
例如说它是属于 JPG 档，或者是它是 ASP 档，好，或者是它可能是影像档。因此，例如说我们所说到的 format 的时候呢，就会谈到说，哦，它是一个 text 档，纯文字档，它也有可能是一个 HTML 档。你看到这个资讯，你就会知道说，啊，我该用哪一种软体来开启它。这对于使用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资讯，跟刚刚的资料的 type 行动类型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谈到的是资源识别代号，也就是所谓的 ID。那这一串长串的字串或者是号码是唯一的标示，通常是我们的 URN 或者是 URL， 或者是一本期刊的 ISSN， 或者就是一本书的 ISBN。这些呢都是唯一的数字，也就是唯一可以代表这个文物的一个代码。而这些代码可以根据我们在为数位典藏内容的时候自己产生。接下来谈到的是 source 来源，有时候同一份作品它会有不同的媒体版本，但是它的来源是相同的。所以来源就是指说，例如说翻译作品的来源是指哪一部分。接下来谈到的是语言，作品本身所使用的语言，通常这部分的注入会依照 RFC 1766的标准，例如说它是属于英文、中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等等的。接下来是关联 relation， 与其他作品不同内容范畴的关联，或者是它是不是属于同一系列的资料，或者是同一系列的档案放在同一个资料库里面，又或者是它可能是在同一个典藏库里面典藏的资料，这些都把它放在 relation 的栏位里面。接下来是涵盖时空，这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资讯，这边可以注入的方向就很弹性，例如说是作品涵盖的时期以及地理区域。接下来是版权规范，这边会描述到的是作品的版权声明以及使用的规范。以上就是不同的后设资料栏位。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数位后设资料与数位典藏之间的关系。数位典藏目前面临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料量越来越庞大。如何在这么大量的数位典藏里面找到你要的资料？所以它的第一个需求就是 discovery， 如何去搜寻到。第二个是如何确保数位典藏能够永久的保存、永久的取得。我们都知道，网际网络是充满着多样性，而且也很多变的，所以如何能够让数位典藏永久保存是很重要的议题。第三个是如何让数位典藏资料能够达到互通共享。后设资料就是要来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方式，而数位客庄行销也必须要借由诠释资料的一种合作，因为诠释资料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把一群很庞杂的资料予以结构化，将这些资料很清楚的来描述这些客庄的文物，以建立资料与资料之间的相互关系，便于检索以及再利用。要突破过去的方式，你知道，假设没有诠释资料、没有后设资料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通常会使用
暴力法，全文搜寻，就是把所有的资料呢都把它建在里面，用关键字进行全文的搜寻。这其实呢，有时候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资料，但是其实是有时候会找到大量的资料。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内涵结构化的一种标准，还有技术。而这样的一个内涵资讯化的一种方式，就是把这些文本还有呈现的程序，把它结合在一起。在数位典藏当中，如果你把资料跟呈现的方式分开的话呢，就会在处理上会有产生延伸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希望能够对内涵进行结构化的分析描述，而同时我们又希望有多元化的呈现方式，这样我们数位典藏才可以达到使用者的需求，而且我们可以把使用者的需求跟目的，透过多元的方式，以不同的呈现方式重新组合呈现。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再使用，还有转换。而且透过数位典藏的诠释资料设计，我们也可以很有效的进行知识的组织跟检索。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后设资料的工作流程。后设资料的工作流程其实很繁杂，特别是在我们这门课在进行后设资料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先确认我们典藏计划的目标，要厘定后设资料在数位典藏计划所扮演的功能角色。我们必须要对于我们的典藏品进行属性的分析、评估，然后选择适用的后设资料。当然，如果你都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可以以都柏林核心集作为一个基础的诠释资料格式，然后给予若干的修改，来符合计划所需，完成需求的规格书，然后可以转交给系统开发商，或者是寻求系统来开发相关的系统，进行测试评估，然后撰写相关的规范，进行后设资料的效益评估，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或者是我们选择这个后设资料，究竟能否符合我们的需求。而挑选的原则，首先我们要找出已经被广泛应用或者是接受的标准。这些标准的范围，除了应该要有国际化或者是国家化的标准，应该也要包含业界的规格书。这些基本的规格书可以让我们在日后的注入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我们要选择后设资料的时候，应该要确认我们使用这个标准的目的。例如，你是比较着重在资源的管理，还是著作权的管理？你是想要利用它作为资料的发掘，还是希望能够做到永久、长期的保存？或者是你希望能够深度的描述这些文物、文化资源，亦或者是你很注重的是系统的管理以及库房的管理。了解到这些目标、功能，你才可以选择适合用的后设资料。第三，你要知道你所应用的范围是在哪个领域，包含一些专业的社群。例如说，你所应用到的领域是在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或者是档案馆，
或者是标本馆。而资料的类型也很重要，例如说它是影音资料，还是静态的图像资料，或者是古籍善本，或者是档案，或者是书画，或者是标本等等。第四个我们要选择的是资料元素的结构完整性，而不是资料元素的完整性。它的结构完整，例如说故宫的数位典藏计划，就是以艺术品本身、展览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需求为主。它采用了 CDWA 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该标准包含了27个类目，这27个类目足以涵盖故宫数位典藏计划主要的需求，而且它又是一个完整国际化的一个标准，所以被故宫所采用。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在选择 metadata 的时候，一定要寻求国际标准，因为唯有国际标准之后，在资料的分享、传播上才可以被认可，以及可以广泛的使用。标准的目的、应用的范围、资料元素类目的结构完整性，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元素。总而言之，厘清我们本身的需求，才是我们选择诠释资料、后设资料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